警方社会开案件是经过支付人民的委托，甲伊送去互灵母照顾，却防虐待死亡，那引起社会关注，也进一步推动收出养梅合修法。这社家署伫7月初10公告新制度开始施行。社家署表示，讲未来出养评估换地方政府来做，那机构呢是以收养申请为主。那种违纪机构无伫咧期限内面改善，上当罚15万；那种违规情形较严重，会要求机构停办1年，甚至是取消这收养的许可证。新北市一个查甫囡仔凯，因为经过日服人民的委托，该送去互灵母照顾，却甲囡仔虐待死亡。这个案件嘛进一步促进修法。社家署伫7月初10公告修正《儿少收出养梅合服务者许可含管理办法》，新制已经开始实行，限制干那社福单位才通来做收出养的梅合机构。然后修法了后，出养评估是该由地方政府来做，目前全国拢总有8间合法的收出养梅合机构，机构嘛要成立审查小组来审查收养人的资格。梅合机构哈，它大概最主要的业务是做这个收养的这个服务，所以对于伊被做的迄个服务项目，爱讲较清楚安尼。那审查小组咱嘛是有规定，迄个人数都是爱上少爱是9个人。安尼内底都是爱有地方政府的代表哈，另外都是专家学者安尼。另外，地方政府的社工也要上课，合适了解儿童发展，增加对虐待案件敏感度等等。社家署表示，若是家长主动要找机构斗相共，嘛是要先经过地方政府评估开案了后，才会开始媒合。有收出养机构表示，希望政府的评估报告会当尽量做较详细。政府嘛，要有较全的资源甲社工人力，才通达成修法的目的。如果他们都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个出养的指标是什么，然后出养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什么？那家庭它的资源盘点是不是有很完整的被盘点到，然后再转给我们，可以进一步的做后面的出养准备，比较不会是停在前面的调查阶段。社家署表示，若是业者违反管理办法，根据《儿少权益保障法》，由许可主管机关通知限期改善，若无改善，上当是罚15万；也若情形较严重的，会要求机构停办上当1年。嘛会公布申请许可证的机构，也是人名甚至废除收出养业务的许可证。记者卢尚如、郑春友台北报道。